皇上，皇上，大喜呀！下雨了，下雨了！走。玉环，上苍一定是听到朕的心声了，一定是咱们的血书佛经，一定是这些感动了上苍。朕要谢谢你，这么大的雨，百姓们有救了，我大清的子民有救了。刘小弟！哇！好开心！刘小弟，这个送给你，感谢你为天下的黎民苍生做的努力。之前答应过我的，如果我不同意，你不会勉强我的。你不是已经对朕的意见改观了吗？为什么还如此排斥朕？我承认你是好皇帝，可是我依然觉得，皇上是天底下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。就因为你的青梅竹马，他要是再也不回来了，他要是在外面娶了别的女人呢？他不会的。你就那么相信他？这跟信不信他没有关系。就算没有他，我们两个之间也不可能。如果现在你面前的不是皇上，只是你的结拜小弟龙三，你还能接受朕吗？只要你还在这紫禁城里，只要你还黄袍加身，
只要你还有着东西12宫的嫔妃，你依然是皇上。我不愿意和许许多多的女人共享一个爱人。好，既然在你心中朕永远支持皇上，那朕现在就下旨要你陪朕。皇上，你平时不是挺稳重的吗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孩子气啊？你不是说过要当好皇帝吗？好皇帝怎么能抢有夫之妇呢？朕现在不想当什么好皇帝了，只想当一个好色的昏君。皇上，皇上！李焕，你皇上，奴婢又冒犯龙威了，请皇上恕罪。你知道，我看到你跟康熙在雨中紧紧地抱在一起，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吗？朱哥哥，你生气了？可是不是你说的吗？让我接近康熙，顺便打探消息啊。我哪敢生你的气啊！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小师妹，自古帝王最无情，还是大师兄对你最痴心啊！你可千万不能被康熙的虚情假意所迷惑呀！我没有被他迷惑呀，我知道，我只是把他当成我的兄弟，当成朋友。再说了，康熙对我也很尊重，很容让的。环妹，你对男女情事还是很懵懂，所以当局者迷。但是我跟倾城看得很明白，如果你再继续留在康熙的身边，但是心里不跟他保持一定距离的话，一定会发生变故的。小师妹，你可千万不能对康熙动心啊，不然不仅是对不起大师兄，对不起师父们，更会让你自己万劫不复啊！学姐姐，怎么连你也这样说呀？我都快被你们冤枉死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儿女情长了。既然大家已经决定继续留在宫中继续打探，那咱们每个人都必须以大局为重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皇上驾到！皇上吉祥！皇上吉祥！微臣参见皇上。都起来吧。谢谢皇上。李太医也在。哦，厉贵人前些日子被鳌拜的刺客所伤，虽然伤势已经复原了，但是伤了元气，还需要好好调养。婉心啊，你侍奉朕尽心尽力，又遭鳌拜暗算，差点没了性命。朕从现在起封你为丽嫔，也算是朕对你的一点补偿。臣妾谢皇上恩典。爱妃，快起来吧。婉心啊，你温柔端庄，举止得体，你父亲呢，又是朕倚重的老臣，这个嫔位你完全当得起。明天朕就着人把你的东西全都搬到永和宫正殿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永和宫的正主了。谢皇上恩典。婉心，身体好些了吗？已经好多了，谢谢皇上关心。那今天晚上就由你来侍寝吧。臣妾遵旨。
以前在明珠谷的时候，我有很多想不明白的事情，现在总算明白了。哇，好好看的衣服啊，给我的吗？不是给你的，拿过来，听话。这件衣服啊，是给你雪姐姐的。雪姐姐，1年前她不是跟六师傅出谷去山西执行什么秘密任务了吗？对呀，她执行的任务啊，就是要打扮得美美的，所以这个是给她做的。执行什么任务可以打扮得美美的呀？我也想执行这样的任务。你呀，什么都学不好，18般武艺样样不到家，哪像你雪姐姐啊，又刻苦又听话，派她出去啊，我们放心。再说了，你跟那舒小姐长得也不像啊。舒小姐？什么舒小姐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啊？这是机密，就不要问了啊。知道了。哇，这么多银子啊！四师傅，怪不得他们都说你是咱们明珠谷的财神爷呢，一回来带这么多银子。哎呀，我哪里是财神爷呀？我只不过是个管账的。这些钱呢，是咱们联盟的成员辛辛苦苦挣来的。可是四师傅，咱们既然不缺钱，为什么还要省吃俭用啊？你个小鬼头啊！你瞧瞧你朱哥哥啊，他还是太子呢，平日里不也是照样带头省吃俭用吗？啊？对啊，我知道他很节俭，可这些钱够我们花了，他为什么还要那么节俭啊？哎，咱们要光复大明，光靠谷里这几个人远远不够，我们还要招兵买马，那是一大笔巨款，钱要用到刀刃上，平日里的开销啊，自然要能省则省。哇，四师傅，这金镯子好好看啊，是给我的吗？哎，别，你给我，啊，听话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本来你是我们未来的太子妃，这谷里的好东西啊，要优先你和太子用。但是呢，你雪姐姐啊，要出外执行特殊的任务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特意买给她的啊。我就知道，这好任务从来不会派给我，就是你们偏心的。哎，你受得了你五师傅在你脸上动刀吗？啊，把你现在这个样子变成另外一个样子，除了各项武艺，还要练习琴棋书画、歌舞弹唱，你受得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在雪姐姐脸上动刀子，把她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？明天等你雪姐姐回来，你自然就明白了。啊？哎，小师妹，你喜欢这个金镯子是不是？我答应你，等你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一定送你一个比它还要漂亮的给你。算了吧，金镯子太贵了，咱们1个月才半吊钱，哪买得起啊？你放心吧，我既然答应你了，就一定说到做到。哎，看一下嘛。好，看。大师傅，我回来了。雪姐姐，你怎么跟去年走的时候不太一样了？小师妹，我在外执行了1年的秘密任务，就是要努力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当时还嫉妒雪姐姐呢，我还觉得雪姐姐每天可以穿那么多好看的衣服，戴那么多好看的首饰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可没有想到，她原来这么不容易。何止是她，我们每个人，又有谁容易了？环梅，你那3次侍寝，也是这样，被抬到康熙寝宫的吗？哎呀，那事儿都过去了，也什么都没发生，你就别再提了。看到康熙照倾城侍寝，你的心里是不是不是滋味？那当然了。不过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吃醋，就是觉得雪姐姐心里的人明明是你，但是现在却要……你别说了，在这紫禁城的日子，对我来说是一次最大的考验。
我不仅要忍辱负重，跪拜我的仇人和对手，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去亵渎你和倾城。总有一天，我要把他那双抱过你的手砍下来，让他以奴才的身份跪在我面前。